台南市议长郭信良表示，对去年秋冬到现在，因为高丽菜大出，伫个批发市场的价销一直落，互菜农要靠无目屎。尤其看到最近全国的焦点拢放伫个抢救往来，为了避免高丽菜成为后一波，因此发起免费来赠送，希望大家做伙来吃高丽菜。这次准备了将近9万斤的高丽菜，那因为今年的产量呢非常的高，打破了以往的记录，所以呢整个的菜价呢喋喋不休。那我们要用行动来支持这次的挺农民度过这次的危机，让他们呢能够用危机转为比较好的机会呢，让所有全国的市民都能够最好最棒的高丽菜。伫个立委陈廷辉的协助，台南市议会甲亚德克公司、统亚电子科技公司共同购买9万公斤的高丽菜，总共2600箱，将免费提供民众来索取。凤梨跟高丽菜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农作物跟区别哈。那凤梨是因为真的是一个国际中国的一个问题，那高丽菜真的就是气候，因为我们的生产过量。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请农委会要立即启动相关的机制，也就是不能让我们农民的这个生活还有他的原本的收入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直接请农委会来做处理。立委甲议长强调，虽然高丽菜甲往来拢是实在，但为无工往来会用的加工。不过高丽菜如果价钱无好，农民可能就规产来废掉。因此，希望借由赠送高丽菜的活动来抛砖引玉，希望互更多企业甲民众共同来响应，抢救高丽菜。力挺农民，吃爆高丽菜，吃爆高丽菜，台湾高丽菜，台湾高丽菜，好吃，好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